今日帶大家睇下我哋一款超闊羅馬簾啊！呢個係我哋展廳嘅羅馬簾樣板。而家呢個闊度一共做到5.6米，其實做到6米都問題唔大。首先呢，佢呢款布風我哋係打橫做嘅。等陣我哋睇完效果，再俾大家睇下佢嘅結構啊！高度方面做到接近3米，同我哋布風尺寸一致。大家可以睇到，因為布風係打橫做，所以整體會比平時一般布料感覺更加硬挺有質感。而家呢款就係用紗簾去做嘅，摩打一樣好靜音，運行好順滑，大概可以做到6米左右嘅闊度，特別適合大型商業空間、櫥窗同辦公環境使用。安裝位置方面，我而家同大家睇下，大家可以見到我哋用緊傳統60通配合捲成器呢種形式，另外頂通係分開2條做，而布就係1條過，中間再加中通碼，咁就可以避免中間出現墮通情況。至於女骨方面，最長可以做到6米一條。所以目前最闊大概做到6米，運行聲音真係非常安靜。呢款就係我哋萬利 AMR 13A 超闊羅馬簾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。